继续要来领受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《列王纪上》第3章16到27节。有一天，有2个妓女来见所罗门王，踮伫伊面前，一个讲：“王啊，这妇人人甲我共住一间厝，我伫咧生产的时，伊伫遐。我生了一个查甫婴，2天后，伊嘛生了一个查甫婴。这厝内只有阮2个人，无别人。一天暗时，伊无细力，得死了家己的囝，伊就半暝起来，趁我咧困的时，对我的身边抱走我的囝，揢伫伊胸前，然后甲迄个死去的囡仔揢伫我的胸前。第2天早起，我醒来，要甲婴仔饲奶，发现伊已经死。我详细一个看，原来迄毋是我的囝。另外一个妇人人讲，毋是安尼，我的迄个囡仔是我的，死的则是伊的。第一个妇人人回答讲，毋是安尼，死的囡仔是伊的，我的则是我的。因着伫王的面前安尼吵闹起来。所罗门王心内想：恁2个人拢讲我的囡仔是家己的，死的是对方的。24节，安尼伊就讲，甲我举一支刀来。左右的人就甲刀摕入来，王就下令讲，甲我的囡仔破做2边，一边互即个妇人人，另外一边互迄个妇人人。迄我的囡仔的母亲，因为心疼家己的囝，就对王讲：王啊，请你毋好杀即个囡仔，甲伊交互迄个妇人人好。毋过另外迄个妇人人讲：毋免互我，嘛毋免互伊，甲即囡仔破做2边吧。所罗门王讲：毋免杀即个囡仔。甲伊交互第一个妇人人，因为伊才是囡仔真正的老母。今仔咱本堂的排英道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，为了听而挂下，为了爱而割舍。咱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愿上帝祝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去行的人。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母亲节，真欢喜快乐当庆祝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妈妈。还没讲到正经，咱来看一个短短影片。我妈很喜欢说谎，从我小时候就是。妈妈哦，给你买一件外套，你来穿看卖。妈，你无买你的哦？哦，妈妈唔惊寒啦。说谎。以后加食寒。安尼哦，会较巧哦。来，加食罐。妈妈，你拢不爱食哦？无啦，妈妈哦，较爱食青菜，妈妈食青菜，紧食。我要自己上一间。好，我知道。对，那王小姐，你要看一下漏水之类的问题，那你要3个月内赶快过。妈，你哪更困？哦，妈妈困袂去啦。说谎。阿珍啊，阿珍一个人去遐尔远读册哦，迄身体爱顾知无？我知影，你免烦恼啦。好，今日礼拜。对啦，这电锅吼唔通托运哈。哦，好啊。暗时吼，巴肚枵的时阵，我互你喂，姐啊，啥买着好啊？哈，搁这电话真贵啊！妈妈真好，哎，免烦恼啦。
你过了好，妈妈就好。今仔是母亲节，我相信咱真少年咱的老母，有当时咱的老母搁伫咱的身躯边的时，咱着献上感恩感谢。那老母无伫咱身躯边的时，咱永远少年。当这影片中间，这查某囡仔伊伫分享讲，我的老母时常讲白贼。你若讲有人讲白贼，你会真生气着无？你讲白贼。甚至愤怒、愤慨，但是伊个查某囡仔，这查某囝伫遐讲，我老母时常讲白贼，伊所讲的口气伤心、毋甘、痛苦。我相信咱的生命中间，有当时咱经历着即款的痛苦。咱今仔所读的经文的中间，圣经中间写有两个妓女来到王的面前。来到王的面前，你想讲这妓女伫以色列百姓中间是无清气、无圣洁、律法禁止的，别人看紧的，但是这老母咧，也承担一车养囝儿大汉，老爸伫搭毋知影。伫故事中间从来毋捌出现老爸伫倒位。伫故事的中间。这两个老母，我毋知什么原因要车养这两个囝。圣经写讲，其实你看原文，这两个拢是查甫的。这两个老母生两个查甫的，可能古早人讲查甫的人，查甫个婴仔大汉了后会当趁钱啊。但是生查某的，古早送互别人。伫咱的时代共款，真济就是。厝内底经济环境较欠缺，所以生查甫家己留落来，生查某送互别人。我毋知圣经无写，这两个老母，伊姊也是妓女。妓女对因来讲，有囝儿伫身躯边是真无方便的。伊是趁食查某，为什么爱饲囝？可能想讲未来这个囡仔大汉了后，会当照顾一生。但是咧，伊车养过程中间拄着真大的困难，一个死去，一个活，两个伫遐相争，只是来到王的面前。你想看觅咧？若是换做台湾的环境处境的中间，两个歹查某、趁食查某，来到总统的面前，总统会处理吗？新闻报道会报上这个资料吗？电视会报上吗？袂啊。但是王呢？这所罗门王有上帝来智慧甲听。可能人咧过咧申冤的时，若是两个妓女来到王的面前，但是王悠然接受因的控诉。咱台湾社会可能无共款。靠势力的人、政治quyền力的人，大家拢放送因的资料。什么人告什么人，佮发生什么代志，倒一个电影明星，倒一个歌手出什么唱片，而且歌出新的一条歌，大家拢放送。但是你看，这两妓女是无社会地位的，伊是老母，但是伊真艰苦，伊来到王的面前，请王来斗相共。我相信咱的社会应该是照着公理、正义来扶持这弱势这的老母。咱的社会时常强调的是什么？咱的环境强调的是什么？咱希望咱的社会经济愈来愈好，但是咱有看到这弱势这的妈妈，因是内底艰苦吗？这所罗门王无计较伊的出身，做什款的头路？伊来到伊的面前，伊照着上帝真理来判断。愿望咱每一个人为着咱的国家社会来祈祷，互总统一切官员是用上帝想法来处理代志，
照着上帝真理来扶持帮赞，才着生者。伫每一年，迄家扶中心拢鼓励遮弱势者的老母帮赞伊。咱来看一段影片。今两礼拜都是母亲节咯，家扶基金会是为全国27000多户这弱势家庭内底选出25名自强母亲，咱来看卖因的故事。甲新来囡仔难调的，一想起过去段艰苦的日子，32岁陈氏碧鸾也是流下艰苦的目屎。伊的翁婿因为意外隐死，大家官阁无法度予伊支持，身躯无半身银的伊，只好带着囡仔离开厝，靠家己的力量考着中产丙级证照。就算每工爱工作18点钟，拢袂感觉忝，因为伊希望会用伫35岁进前买到一间属于家己的厝。很多因素，还有误会很多事情。那我就想讲，不要给大家那么难看。那我现在选择自己离开这样。一个来自中华有小儿麻痹的秀珍阿嬷，伊的翁婿有重度智能障碍，爱搁照顾重度智能障碍细汉后生个2个查某孙，就算行动无方便，嘛爱四界去做线工，拄着管啊守护一家人。婆婆拢爱我一个啦，其他的翁婿智能无好嘛，毋知半项啊。啊，第二后生嘛智能无好啊，啊，这2个孙仔拢我甲伊。老母都离婚啦，是冇，都无遐个，拢我一人爱徛开，勇敢徛开，甲照顾开啊。还佫有一个伫南投夜市摆摊的丽美阿嬷，为着要照顾细汉的孙，佫有洗油子的翁，无顾着家己真虚的身体，每工兼2份工作，做21点钟拢无法忝。我是感觉有当时啊，人我拢会想讲，隔代教育吼，咱对这囡仔若无家教好，办事嘛真好，我拢会对伊有较严格。家扶基金会伫母亲节进前举办全国自强母亲表扬活动，为27000多户贫困的家庭中选出25个自强母亲。因可能经历厝的人生死、放杀、重病也是家暴、歹笑这个困境，也毋过这个挫折，互这几个自强母亲更较坚强，嘛见证了母爱伟大的力量。记者王阿如、刘汉林台北报道。这是一个基督教机构来帮赞这群弱势的妈妈、教会咧、社会咧。咱怎样来帮赞这群需要的妈妈？第二项，因为疼愿意放杀生全囝儿，因为疼，做老母的时常牺牲家己啊。对伫影片中间，咱听到真济，看到真济，为着囝儿读册，为着囝儿经济搁较好，必须要付出真济代价。顶礼拜咱嘛听到一寡真艰苦的消息。有一个幼稚园的老师，伊嘛是妈妈，就伊细囝、亲生的细囝送互别人，用钱卖互别人。有一个妈妈，甚至有一个妈妈，牵2个细囝自杀。我相信社会有真济无共款的问题，咱要怎样来帮助即群需要的妈妈？今仔所读的经文中间。这2个老母，伊是妓女，伊拢坚持活的囝是伊的，死的是别人的。我相信，当王讲摕倒来，破一边，一半互你，一半互伊，免吵，安尼上介公平，安尼有公平无？敢若非常公平哦。但是对于迄个老母来讲，伊是伤心啊，流目屎。我要失去我的囝，伊只好讲白贼，无要紧，互你要成全伊的囝，伊讲白贼，无要紧，送互你。我相信这是这个老母的痛苦。你千万唔通伤害伊啊，王啊，王啊！你千万唔通伤害这囡仔。伊将家己骨肉至亲交别人去请用，这款的痛苦你敢知？为着成全家己囝儿，将家亲生的查某囝后生送互别人。圣经有其他记载即款的故事啊？有无？摩西的故事就是啊。摩西出世时，埃及规个国家讲，迄要来人的这个婴仔是查甫的，就害死。所以呢，摩西的妈妈伊看伊囝，哇，这么水！这是我宝贝的后生啊！看伊真水，唔甘啊！
毋甘啊，撑了3个月了后，心内底真艰苦，无其他方法，只有安那做一个男啊，囥伫河边啊，看有人去甲请养无？你想看觅，伊伫做男啊的时，是流目屎，伊要成全保留伊家己的囝的性命。伊伫编这个男的时，是痛苦、流目屎，但是毋甘啊，心内底痛苦，但是无法度。一个落泪后代会当讲什么话呢？会当出声嘛？这以色列百姓，伊是落泪啊，伊是落泪中的落泪，一个妈妈，弱势者，伊有法度对抗规个埃及帝国嘛？伊无法度，伊无法度出声。一个落泪后代，一查某人。会当出什么声来？伊边迄个男啊，囥伫河边啊，伊家己毋敢去看，叫伊查某囝去看，毋甘啦。伊我都想象会发生什款的代志，叫伊查某囝伫边仔伫看。后来互什么人捡着？王的查某囝捡着啊！法老的查某囝摕到的是摕转去饲啊！伊就紧甲伊查某囝讲，紧甲王的查某囝讲安怎？你需要尼母哦？你知影迄种痛苦无？袂当甲亲生的囝摩西讲，你就是我的囝，你要叫我啥？尼母呢？毋是老母呢？你知影迄种的痛苦无？摩西已经痛苦，伊毋知影伊老母搁较痛苦。伊大汉的时才知影这一切代志，但是伊老母咧，抱着伊的囝，用链甲饲的时，伊袂当叫伊妈妈，真济代志袂当讲，因为疼的原因，保全这囡仔的性命，所以爱讲白贼。这款的痛苦，有啥人会当了解？现代妈妈真济无人无了解，为着帮助家己囝儿，搁较安全环境搁较好，互咱囝儿会当搁较好的日子来过日子，趁钱必须爱趁钱，互囡仔去补习，食较好，还是搁较济在意，必须爱上班，趁搁较济钱，互咱囝儿来使用，然后咧。将家己的囝儿交互这安心班，交互这才艺班，这老师甲才艺班的这妈妈变做伊的妈妈。搁较害是这电动，妈妈无闲啊，做生意啊上班，将囝儿交互这电视，交互这卡通，诚做伊老母。为着疼囝儿的原因啊。互因出国读册，爱趁钱无？哎呀，趁搁较济钱，互因出国读册。因必须爱趁搁较济钱来帮助伊囝儿，帮助这个厝。但是上帝咧，上帝要恢复，上帝要掌权，幸福你这个囝。你定做你已经失去你这个囝，但是上帝要掌权，幸福你这个囝。咱搁倒来受所罗门王甲这2个基女，你想看觅，大家足欢喜快乐对无？哇，王啊，你真有智慧呢！你有上帝来的智慧的，你也知迄个老母就是伊真正的老母。别人拢想无用这个方法对无？但是上帝互所罗门王有即款的智慧啊！啊，大家拍拍手讲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，王是有聪明有智慧的，有上帝来智慧对无？过来咧。这老母带伊个囝转去厝的，对无？圣经有继续写无？无啊！你来想看觅，这老母、这妓女带伊个囝转去查某间了，对他开始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无可能啊！无可能啊！
这囡仔大汉了，一定出真侪问题，对无？圣经无继续写，但是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10岁的囡仔，拄啊唱歌，即群囡仔2岁差不多，10岁可能国校4年5年，伊提枪指家己的头壳要自杀，但是保险袂晓开啊，伊摕妈妈的枪要自杀，因为伊是个基督的后生，是因为安尼自杀吗？毋是，为什么伊自杀？伊到俄亥俄这州，美国俄亥俄这州大汉，伊阿公是这古巴人，伊阿嬷是德国人，但是伊阿公是黑人，伊阿嬷是白人，人讲黑白配。但是迄个年代，黑人甲白人互相轻视呢。伊个阿公带伊阿嬷。伊按时啊啉烧酒醉，去外口有一个黑人指伊阿嬷讲：“你为什么爱这个黑人啊？”哦，伊阿公非常生气，阿公伫糖厂伫做工课，伊真气力，就拍断伊的阿嬷棍。后来伊自首，关伫家内底。每一天关伫家内底痛苦，但是伊阿嬷咧，伊阿嬷照常去上班，伊真好诶道德观、价值观，真拍拼做工课来车养这个家庭。伊虽然嫁互这个查某人是黑人，但是伊品格真好。但是咧，伊先生就报纸，大家拢知影，所以伊工课互人撕掉啊。但是伊无放弃，伊不断去做工课，替人洗厝，替人摒扫。无想到有一天，伊诊断医生讲伊的正边手臂毛手有癌啊，所以这爱挂掉、剃掉。正边这面啊，拢爱手术，以后袂恢复。哇！因厝内底经济马上变到真歹。家庭失去了所有的物件，伊嘛家族失去了这美国的面貌。对着美国这梦，这梦想来到美国会当赚大钱，会当起厝，会当好的教育，但是打了拢无啊！伊不断咧搬厝，不断咧搬厝，伊厝势付袂出来，不断咧搬厝。啊，这阮拄啊要自杀，这阮。伊妈妈是因家庭中间的大姊，伊才14岁。这看教的人甲伊讲，学校会当帮助你啥？你阿公伫家内底，你阿嬷破病要死啊！你3个小弟拢伫食毒，学校会当为你做啥？伊就互这看教的人欺骗，诚做一个妓女。出卖伊个身体来趁钱，无想到趁钱是怀孕生囝，其他人都讲你个囝爱摕掉，甚至用骹甲伊踢，要互伊流体，甚至这囝嘛真奇妙，上帝保守啊！煞尾因遐人用狗仔要甲搞出来，只有这囡仔变做早产儿，但是佫无死呢，上帝保守这囡仔的性命。但是，伊妈妈将伊交互这妈妈桑照顾，这妈妈桑真怨恨查甫人，所以逐工家己抬，看到这细囝是查甫的，家己抬，强暴，所以伊真痛苦，每一天活伫艰苦流目屎、惊吓的中间，所以伊讲伊要自杀。若是你是这种的人，你要怎样过日子呢？伊的家庭是无信任的家庭，无相信上帝家庭，无信心、无圣经、无祈祷、无教会，什么拢无，只有绝望、死亡、破病、怨恨。伊是讲我的枪，用这枪
来解决我的人生。学校送伊去读册，伊无都读册，无都讲话，无都看字，所以老师将伊放伫一间房间，互伊载伊去画图。但是真奇妙的代志发生，有一个老师来到伊的生命中间，这是一个基督徒老师，这比尔斯律师，伊将学校当作伊是宣教的所在。伊到这个软的生命中间，教伊读圣经，教伊祈祷，帮助伊，互明白主耶稣基督。对伊来讲，这是冒险，因为伫公家机构上班，袂当宣扬主耶稣基督，来当教伊读圣经咧。伊爱冒险，但是比尔斯律师真有疼心，就引带一个软信耶稣。咱不断伫上帝话语中间去做，成做一个真正常的少年人。过去伊真痛苦，过去伊无未来，但是他即信耶稣了后，伊成做一个传教者，成做一个牧师啊！你当相信无？伊成做一个牧师了后，带全家信耶稣，其女成做一个生理人，其他的人。伊阿嬷、伊阿姊，全家拢因为伊来信耶稣基督。原底是一个袂晓讲话，逐工偷带着，互虐待，互人强暴囡仔，打做成做一个主耶稣的宣教师。你真好想象吧？即摆咱伊全家伫服侍，伫帮衬。捌像因同款的即款的家庭，上帝话入去因的心内，帮衬即家庭完全改变。伊想起伊10岁时提穿指家己的头壳，打咧完全无共款。伊的囝嘛是10岁，甲一个美国总统布希做伙去非洲发圣经的，遮尔大的转变。这是人无法度改变，咱来想看觅咧，圣经拄仔所讲的，当这两个基督来到王的面前，有一个妈妈真紧张、真烦恼、真重担，伊可能就要失去伊的囝。当伊徛到王这面前的时，徛伫王的面前的时，王宣布将这囡仔摕来。摕倒来破一半，伊讲千万毋通。伊知影，伊讲即句话了后，伊的囝就是别人的啊。可能咱的兄弟姊妹中间，你嘛有即款的经验。你的囝儿无要信耶稣，离开上帝；你的囝已经离婚啊，无要相信耶稣基督。可能你囝在食毒，可能伊咧拍电动，无爱上班，可能有真侪问题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在座嘛有老母啊，可能你心内底有真侪痛苦，无法度讲会出，经济压力，要怎样维持咱的后一代？有真侪痛苦，哪亲像你要失去你的囝，你的囝可能伫青少年中间，青少年时期陪你。讲无好听的话，伫外口车祸、相拍，甚至要加入帮派中间。但是呢，当上帝话要安尼讲，以赛亚书49章，以赛亚书49章15节，有人拣会袂记伊饲呢的婴仔，无离免伊所生的囝。因拣菜有袂记伫伊个，总是我无袂记伫你。上帝永远无袂记咱每一个妈妈，甲咱兄弟姊妹。上帝是咱的天父上帝，伊是24点钟照顾阮。咱的生命有啥物痛苦，其实主耶稣，咱阿爸爸上帝上解清楚。你讲我做一个老母，你饲2个3个。
你知影上帝饲偌济人无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所有饲的。当咱有痛苦的时，咱流目屎时，咱祈祷的时，敢毋是拢到上帝遐吗？可能咱只有2个、3个、4个，咱的囝儿，咱可能真痛苦。咱是讲阿爸爸上帝啊，我无得照顾我家己囝，我强要失去我家己囝。但是你才知影，上帝会掌权，上帝会将这囝献互你，咱亲像所罗门王同款，将这囝献互你。魔鬼撒旦要吞食咱的后一代，但是上帝要保守，上帝要掌权，行你原地这囝。咱亲像乱同款，因的性命已经破碎，但是上帝要拯救。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求，上帝敢无比所罗门王较牛王吗？当然，上帝比所罗门王较巧，有智慧，会当判断。但是上帝有权柄，伊要将这个囝献互你。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主，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来向你祈祷，恳求你施恩祝福伫在座每一个妈妈，因为有真侪困难，有当时囝儿背力，无听伊的话，甚至伤害伊的老母的事，老母的心是伤心的。可能你的囝儿甲你有真大的冲突，但是主要帮咱恢复恁的关系。在座有人，你真烦恼你的囝，因为你的囝破病中间，你讲主啊，我要失去我的囝。但是上帝要保守你，上帝要看顾你，上帝要医治伊，帮助伊，手髓溃烂。你讲阿爸爸上帝啊，我真照顾阮的这个后生查某囝，但是伊离开上帝，你无得处理。你时常为祈祷，上帝有听你的祈祷。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拍摆伫上帝面前，恳求上帝开路施恩祝福伫这中间。主了解，信心要花手伫你囝儿的中间，互因回头到主耶稣的心意中间。在座有一寡妈妈，你真痛苦，因为你的囝有一寡问题，情绪顶头有真大问题，甚至有只抑郁症的问题。你将你的困难传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要听你的祈祷，主耶稣要帮助你恢复你的家庭，帮助你的经济。虽然你真痛苦，但是主耶稣知影你的心。主耶稣有一款的快乐佮权柄，要将这个囝佮带回来，带回来到你的面前，恢复伊的健康，帮助伊属灵的生命。主，愿感谢你，学到你，你是阮伟大的妈妈同款，你是全世界的伟大的妈妈，你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求你施恩祝福。听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圣之名求，阿门。